乡亲继续来看新竹市长的选战。民众党的高虹安陆续指控，讲伫咧朱七会上班的期间，到美国读博士，读博士无报备，过来到科技这间公司兼差嘛无报备。朱七会昨个发5点的声明，讲高虹安确实是无申请、无报备，已经违反兼职的规定。再起高虹安是大动作来反击，提出伫咧美国读册期间的电子邮件。证明当时朱七会长官知影伊一面读册一面上课。高虹安讲，伊嘛无领科技公司的薪水。朱七会网站的新闻嘛以科技企业的业务处长来甲称呼，这拢会当证明伊兼差是公开的。这朱七会自头到尾拢知影。临时召开记者会，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虹安搁一摆和朱七会对下，针对伫朱七会做去美国读博士证据。在我赴美派驻工作学位进修的第1个学期，就全部都知情。提当时的电子批，高虹安要证明朱七会长官拢知影伊伫咧美国读册，不过伫咧朱七会期间可能涉嫌伫咧科技企业兼差却无报备，引起争议。25号朱七会发出声明，先强调为2006年已经有兼差办法，2006年兼差申请电子化会当查，说明说明科技企业是朱七会创业计划公司，高虹安是团队成员，科技企业为2014年3月登记成立，嘛参加 Intel Global Challenge 比赛。We want to work with Intel. 朱七会讲到比赛伫咧 YouTube 顶会当做影片，拄好嘛正做高虹安提供的证据。我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知情，高虹安以科技企业的这样子一个代表身份来参与这个全球的比赛。另外，朱七会嘛说明为团队成员离开朱七会加入科技，不过高虹安投入来协助科技企业，无向朱七会说明是上班，或者是下班时间伫咧处理业务，敢无兼职，或者是领工资，已经违反兼职规定。我没有支领科技企业的薪水。强调无领钱，甚至朱七会新闻稿网络顶容易科技企业业务处长咧解叫，高虹安要证明朱七会自头到尾拢知影，要来捍卫家己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